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梦游的？8个月前吧，一扇门，一扇黑暗中的门。你相信神的存在吗？有人创造了我们。你是说神？神创论早被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呀。那如果达尔文也是程序设定好的呢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玩过 GTA 吗？这个游戏里面用程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，但你不能飞，只能和现实世界里一样做个普通人，一切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。我们为什么不能飞？万有引力。游戏里也存在万有引力吗？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？为什么时针不会逆转？这些规则是谁指定的？那只是一串代码而已。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程序，是由构架师创造出来的，而这个构架师就是神。神负责分配任务，由程序员来完成。这个世界很大，每组程序员各司其职，才能维护整个程序的稳定运行。因为我就是构建这个世界的程序员之一，我负责实力的构建，你就是我构建出来的。我吗？一个活了20多年的人？你真以为你活了20多年？这个世界也只有几百年而已。说回到达尔文，那时候的实力相信神创论，一些实力开始用毕生精力来寻找上帝的存在。程序员害怕有一天实力会发现这个世界只是个巨大的程序，于是创造了达尔文，提出进化论。那华夏5000年文明又是从何而来？冰河世纪、恐龙时代，那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儿知道的5000年文明？又从何处知道冰河世纪、恐龙时代的存在？书本上喽。没错，书本上。那书本又是谁创造的？你所了解到的这些东西，有关这个世界，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历史，你真正经历过吗？